你唱的是中意乜嘅，唔係乜嘅，我你夾啲，就消費嘅同時又會商品，後背空嘅當中，你唔啲嘅避免，所以2禮拜我同大家強嚟講係產品介紹。火力地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楊業輝，非常收看呢個禮拜社會是天賦。提前為大家講下，今日做主編嘅牛國少，大家好。我哋看到嘅天二嘅裏邊李樂，大家好。第三嘅裏邊高李晨，大家好。準備被麒麟，大家好。來提一題目，我哋到哪隻國家咧？要請 New Stock。好，從台灣出發。到哪家下巴不了台灣不能摸出來國家，這是哪裡？泰國。來，泰國你們會想到什麼動物？大象。大家都想得到，還沒太小，搶看相片。喂，看清楚哦，大家的表情，現場的擺設，跟題目有關。當然有關了，不然我給你看幹嘛？題目係乜嘅？要搶 New Stock。太上嘅事，第八度有乜嘅寶呢？第一，正規嘅岩鹽；第二，強力嘅沙灘；第三，清淡調嘅咖啡條。來，3位請舉牌。為什麼大便裡面會有黴？因為我覺得說它會吃很多的東西，會有一些雜質。那我覺得說，如果把它們混合在一起呢，有可能會變成煤炭或者是其他的礦物。來，我們聽聽看1號那個都是選鹽的2位同學。他吃很多東西，然後在身體裡面分解之後，可能會產生出鹽分。人類也會產生鹽分，你知道嗎？他講流汗的時候會有鹽分，但你講的是排泄物裡面。我這題大部分來自直覺，因為我覺得這題太難找到線索了，只能很直覺的處罰你了。智囊團陷入困惑，我們只好依靠睿智的答題手。1跟2都很有可能。1跟2都有可能。那你要不要做一個決定？你要不要跟智囊團討論一下？我在這邊給一個線索，我覺得大家都沒有認真看。我覺得那個籃子的那個洞有點太大了，所以我覺得1不太可能。這倒是一個很認真的觀察。好了，有答案了嗎？請出示答案。猶豫嘞！我再一次提醒大家，要認真看照片。來，請公布解答。不好意思啦，是我手上的東西呀。你過來。你剛才說什麼東西？你指給大家看。這個。那是什麼東西？像什麼？咖啡豆。啊？咖啡豆。對呀，大家都把那個焦點放在看不見的地方，可是明明看得見的地方就有答案，怪不了別人。來，下一張照片，左邊的是什麼？咖啡豆。哦，咖啡豆。咖啡的樹，我們喝的咖啡是黑色，但是你看咖啡豆採收下來的時候是紅色的。然後，當然不是這樣放在它的肛門，咖啡豆就會跑出來。這是一個示意圖，他就把咖啡豆當作食物給大象吃。吃完之後，它排泄出來，經過它的消化系統，咖啡豆不能被消化，它就從糞便裡面把它挑出來。來，還有一張照片，你覺得大象在做什麼？是像小丑那樣感覺。我們要講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，其實，在泰國或是在其他國家，動物有些時候它不是這麼友善的被對待。對不對？佢哋可能面臨嚟到半咩種衝突，睇到苦痛，還有半現場嘅非法利用，人從來都了解。頭擺，泰國嘅大象天數扮元書頭，唔過背面政府禁止讀書嘅，
太上记就满头路了。艾迪，大象去载观光客，有人到泰国体验骑熊诶。伫泰国，太上会出现的各种场合度，比如讲泼水节，也是圣诞节。熊会变成圣诞老公公，发礼物送小孩的耶。可是相夫的手里拿着一支奇怪的东西耶。不，这是相棍的，相夫用其来动太上敏感的素材，而本太上乖乖听话啦。故说太上才会做出很多无刺眼的动作啊！哦天哪，给听说懂通，所以大象才会做出这些表演。故说有人注意到一个问题，设立的太上保护旗。太上第一片不是表演，不是做人客，但请爱欢欢喜喜做其自家就好了。观光客可以来为熊的吃东西，没做得老熊的细神呢。韩国调下讲太上世界假鼻头，有一部分的树叶咪会捡出来，本太上慈善机构照顾韩卡多嘅太上哦。玉子超，我刚才没有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新一季的节目，每一次结束之后会有一个特殊体验，担任答题手的人就能享受到那个特殊体验，所以恭喜你，你已经有一次机会了，好不好？待会的特殊体验少不了你的份。来，听一下题目，按抢 New Stock 来看，都哪家国家？滴，你滴到哦，从亚洲来到欧洲，你喺哪位？德国。哎，德国係出馬嘅題目，要搶 New Stock。一隻抗議發通，啲表達乜嘅事情咧？第一，唔好食肉啦；第二，唔好剝皮；第三，唔好管啲龍眼肚。來，三位小孩請出示答案。非常的好。高丽菜告訴我們，為什麼是不要剝皮？剝誰的皮？动物的皮。我注意到的是，圣诞节感觉就是冬天很冷，然后他们还没有穿衣服。布條上是什麼東西？猪。鼠。空洞哦。三個答案一樣哦，都是不要剝皮。有人看到熊，有人看到豬，有人看到鼠。我告訴你，上面這三個都沒有。三位同學給了一個很明確的答案，但很遺憾的，他們三個講的動物都是錯的，所以你會選多少？不要剝皮。哦，你也會選不要剝皮。因為像他們上面的人也都是好像看起來是沒有穿衣服的，所以我覺得說是不是在表示着就不要去剝動物的皮？所以答案確定嗎？確定。有信心嗎？有。請出示答案。來，4位小歐都很有信心，答案都很一致，而且都是選剝皮。我們又講又搶 New Stock。第二題解答是，一字題就是答案。來，請亮燈。很好，答對一題了。來，我們看下一張照片。對不起，讓大家看到這麼血淋淋的畫面。這隻可愛的小動物，你們知道它是誰嗎？有沒有聽過貂皮大衣？雪貂那種。哦，這一隻白色可能是雪貂，剛才那個黑色可能是其他品種的貂。然後這個是在中國大陸的照片，但它是一個養殖場，就專門養貂的地方。這裡面有2層的爭議，誰可以想一下，為什麼動保人士要抗議？太殘忍。太殘忍，覺得這個畫面殘忍的請舉手。假設我告訴你，豬也會經過類似這樣的過程，它會先幫動物用麻醉或者是電暈的方式，它已經沒有知覺了，再剝它的皮。那你會覺得吃豬肉是很殘忍的事情嗎？有時候想到會覺得，怎麼自己也會做出這種事，但是有時候吃的時候就也不會想那麼多，就哦好吃。哎呦！對。衣服的話可以用別的方式去做衣服，不一定要去拿動物的皮來做。
比方说，我们现在身上几乎没有人穿动物制的东西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找到御寒的工具，我们可以其实不用透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一样达到那样的目的。啊，这是一点。我们看下一个照片好不好？原始的貂皮，你看他手上拿的，这边就是什么染过色的。什么人会穿这样的衣服？你觉得？有钱人。感觉这样比较有质感，感觉自己比较时尚。时尚，这是时尚业创造的一种神话。它在无形当中告诉你，哎，你穿那样的衣服已经跟大家都一样，没有什么特色，你必须要穿跟人家不一样的衣服。到底做乜嘅？俺个产业为损财，俺个商品为用人卖，俺个后背嘅运作，俺就像 New Stock 带来详细介绍。有人好做貂皮大衣，不过没有同多人反对。欧洲街路巷做得看到安用嘅广告，感染拆成裸体，咩唔作皮草。哇，好可爱的貂哦！不过佢阿條迄啲細細嘅龍嘅肚，真驚寒氣。冇辦法吧，保護因為係養殖場，動物都關啲啊籠嘅肚，發通嘅空間淺細。他們都被關出心理疾病了，有的會咬自家嘅面，也係揭自家嘅毛。生下來，記得會送到剝皮工廠。哎呀，這是恐怖片吧？不，因為係中國皮草生產嘅工廠，中國法律規定，動物啲剝皮之前，天朝嘅老記滅菌，減少剝皮嘅痛苦。但是工廠案多，哪有可能每一間都遵守規定啊？係啊，有上市剝脫皮，死動物還傷呢。暗湧聽說懂甘苦。難怪世界各地不斷有人抗議，不要穿皮草。在美國，無人啊烹飪的地位完全唔平等，無人的態度總係比烹飪唔好，就連錯工廠口罩。台小講喺國一好。擺嚟到錯工廠嘅時節，烹飪就提前在先上車，所以兩個阿伯婆在先上車，我無人是天窗排隊後背頂。上車之後就會看到冇可能膚色的人，唯有搬到清清楚楚，其中烹飪就在錯隊車嘅前半部，而無人哦，將在錯隊車嘅後半截。咁唔單止係工廠嘅崗位，就連餐廳、片所、圖書館任何想得到嘅公共設施，無人鬧烹飪做錢都係瘋狂。喂，有位同學唔重出乜嘢哦？等一下，你講工廠就後門，無人就往人班走。以前有些行到世界巡頭買票，3人從前門下車，3人從後門上車，坐到無人專屬嘅位置，讓招募高超到挑前嘅烹飪。不過呢隻唔公平嘅規定，本嚟嘅 Rosa Parks 唔是改變。你錯工廠時節，條條唔將位置讓本烹飪，被警察捉起來。讓為什麼做起來？你阿本當天無人阿到為時，你的發起的提前錯工廠轉通，時間長達380幾天。不過，無人咁嘅查錢係交通公司從價為書面，結果工廠冇認錯，公司是專門叫佢政府也得撤銷安慰規定。開始，還有行路。因為美國聯邦法院規定咧，公廠種族隔離政策，無論無人家烹飪做清楚的套，自家上個錯嘅位置。嘿，文章開工，愛下車，開始喲！今次第3隻題目要從 New Stock 同呢度愛嘢國家。哦，有沒有發現是往南出發？馬達加斯加。如果你是小奧事件部忠實的觀眾的話，
你就会看过，我们也做过马达加斯加相关的主题，上面有一种很有名的动物。环尾狐猴。哇，4个字都对耶！今天的题目跟环尾狐猴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下一张照片。来，下一放开。云影题目，花苞，跟花相对应的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草，你们2个都答对了。我们看下一张照片，香草 ，vanilla， 全世界80%的香草都来自哪里？马达加斯加。非常好，我们来看题目。香草工人伫接受别个检查咧。第一，看有戴武器无；第二，看佢有头香草无；第三，看佢有触手无。哎呦！问3秒，3、2，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就是要你问问题。他这个是进去的时候的检查，还是出来的时候的检查？聪明。我不能告诉你答案。好机车的主持人，来，请出示答案。纵使没有我的解答，相信自己，你就是对的。哎，把这个当做我的 slogan， 还不错。嘿妹，因为像有没有伤口，我觉得香草呢也不会受到什么特别的感染或者什么。假设他今天是香草工人，大家 take 一下，他手上有一个伤口，那他比方说他在整理香草或是在洗它们的时候，伤口上的那个细菌感染。血或者细菌是不是就会跟香草交互感染？你是排除那个，你为什么会觉得要偷香草？香草是很多地方都有在用的，我觉得说他可能会想要拿它去另外自己做一些事情。走私。我觉得那个是进去的时候的检查，进去的时候的检查。看他的背景。来，你过来，你站这边。这样要怎么检查伤口？背上一个洞吗？还是脊椎侧弯？哦，来，高丽菜，你选什么？我选2。你选2。为什么要偷香草？因为我觉得像检查别人的那个感觉就是比较富裕，就是老板的那种感觉，请别人来工作，所以他可能会想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产品，不要被雇佣的工人拿走。你们要不要选一个一致的答案？我们请高丽菜出示答案。我觉得有点是1。他们选的是2。有没有偷香草？请看解答。大半黑。还好没答。来，请亮灯。恭喜你们！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。这是你们一开始看到的香草。你们知道这张照片要告诉你们什么吗？它是一个对比，它的表情诉说什么？很热。很累。很累。好辛苦。很辛苦。我跟大家讲一个数据，他辛苦一整天的工资60块，1天60块哦。那你们猜，1根香草多少钱？1块。1块，那你猜呢？3块。3块。答案是那个有没有偷香草？那为什么要偷香草？可能是它的价值比较好，可能就是比他的工资还要好。玉子烧讲的有没有道理？有。1根香草150块，跟他讲的很接近。为什么要防止工人偷？因为他做可能要3天，因为他才60块嘛，才能买到1根香草。那是对他来讲价值非常高的东西。而且不止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香草，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吃到的巧克力，然后大人会比较常喝的咖啡，也有这种就是生产的工人他的工资远低于产品本身的问题。来，恭喜你们，马上进行下一个题目。最尾一题目，我先將 News Talk 來看到哪一個國家？哪裡？英國。英國。來，我们现在要看的东西，跟大家手上的有关。
把你们手上的产品拿起来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还蛮香的。还蛮香的哈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一张照片，咦，有没有？你还蛮该。吐司是好边大家手上的吐司边，吐司边能出什么第一幕呢？有请 Newstalk。纯度嘅吐司边，我拿来做乜嘅呢？第一，好食嘅好食面包；第二，世界嘅世界饲料；第三，18禁嘅18禁白酒。3位小豪，请出示答案。你不急，你先看看你的智囊团。3、2、3。那个成年的鸡是吃我们的一些剩下来的菜啊，或是其他的饲料。那如果是小鸡呢，像我们那个吐司边，等它剩余的就可以，小鸡是可以吃的，而且那个比较软，所以小鸡是可以的。来，我给你们一个提示，认真的闻看看，然后每个人告诉我你闻到什么味道。你闻到面包味，面包味、面粉味，面粉味，有点发酵的感觉。像什么味道？啤酒。你有喝过啤酒吗？我爸有喝过，那你有闻过吗？有跟这个有像吗？有一点点细微的那种感觉。为什么你会选3？因为我记得面包是可以有那个酵母会发酵，就是因为有一些酒。像是口嚼酒，然后它就是你知道什么酒？口嚼酒就是把米嚼烂，然后吐出来，然后就是等它发酵就可以拿来喝。你喝酒喝几年了？没有喝。哇，连口嚼酒你是知道，我不知道哎。那为什么高丽菜也选3？我是看到那个木桶，就是看到木桶后面就会想到酒。木桶想到酒，很棒，表示你很认真在看照片。冰淇淋，你一开始选的是多少？啤酒。你也选啤酒，为什么？你的理由是什么？酿啤酒通常都要在这种，好像都要在这种桶状的东西里面酿，让它发酵。来，請出示答案。最尾一條題目，記得要寫的答案係3、18件嘅18件麥酒，係咪要搶Newstalk？來，自己講。梨子，麻煩你，請亮燈。第3個，當然，很棒哎，4題答對3題。來，我們看下一張照片，有沒有？這個英文你們有學過嗎 ？Toast。 L 是什麼？谁会？最短的字常常是最难的。麦。哦，小麦的那个麦。对，吐司是什么做的？小麦。所以它的吐司边拿去做发酵，你刚才闻那个味道，就是变成真的就是变成他现在手上这个英国人做的酒。很重要的是，这个啤酒厂老板曾经在一场演讲里面讲过，其实我们人类有一半的食物啊被抛弃、被丢掉，并不是因为它们坏掉或不能吃。猜猜看，为什么这些食物会被抛弃、被丢掉？就是吃不下，不是，想不到可以怎么有更多的利用价值。接近，但不是，完全是因为长得不好看，尤其是蔬菜跟水果，他们根本连被送到超市的展示架上的机会都没有，在第一关就已经被挑选掉了。来，我们看最后一张照片，我讲的就是这个，你们看哦，这些都是好的东西哦，完整的小黄瓜。它虽然不好看，但说不定它就是因为没有撒农药的关系，所以说它才会不好看。但是其实里面是可以吃的。但这样的状况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。你们有想到什么解决方法吗？可以用低价一点的价格去卖它们。很好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其他实际的做法。我们请 Newstalk 来解说。保護對農田到市場要動到嘅食物，但搶因為冇獎，就本人 fit 睇咧。含有愛沃卡森體嘅東西，咩係沃體？
据说欧洲有千多个所在都设立了食物分享站。老师唔摕嘅东西送本骗人嘿。错啊，一条都是强力的食物，唔是骗人是纯的哦。没错没错，像是吃不完的新鲜面包，就可以跟别人分享。除脱分享站，千好嘅方法，还是大家对年后开始做喜事，无存嘅食物，咪系珍惜地球资源嘅方式咯。各位观众，特别体验时间，今天特别体验的是，会紧张吗？不会。请看，当当当当！今天谁要接受特别体验？其实，俩是日本胖店卖到小胖切好来的体重。那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刚才我们看到量放起来大概这么多嘛？假设一般一条吐司大概是70块，这么大的量，你们猜，如果全部都是吐司片多少钱？30，你猜多少？50。差不多是普通小胖日版的咖喱，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吐司片去沾果酱或沾花生酱，也很好吃。只是今天是特别体验，所以我们就特别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请享用，享用之前记得好在礼拜六7点半准时收听。社会事件部吃吐司喽！我也来一个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你们吐司片，你这样吃哦，我喜欢你们吃这样，我喜欢它卷起来。口感很好，真的，我晚餐都不用吃了。现在7点半，大家在家里吃晚餐，我们吃着就饱了。还剩2片，谁还要的？不要，我带回家哦。那你带吧。你要吗？没关系。好，那我带回家。